喺1934年，面對敵軍重重圍剿，紅軍為咗保存革命力量，被迫戰略轉移，踏上25000里長征，歷經湘江血戰，紅軍陷入空前危機。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成為中國革命生死攸關嘅轉折點。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錯誤領導在全黨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喺重整軍心後，紅軍上演軍事奇蹟，搶占斗口，提督吃睡河4渡赤水，通過靈活機動嘅運動戰方針殲滅敵人，擺脫敵軍。隨後飛奪瀘定橋，突破天險，絕地求生。翻過咗終年積雪嘅雪山，走過荒無人煙嘅草地，紅軍飢寒交迫，歷盡磨難，卻始終信念不滅。歷時2年，行程25000里。1936年10月，紅軍3大主力以會寧為中心嘅甘肅中部地區勝利會師，長征取得偉大勝利。歷時咗742日，多路紅軍一共行咗65000里，跨越15個省市，每日行咗約35公里，只係休息咗44日，經歷咗600幾次嘅戰鬥，翻越近8條河流，超過40座高山。每前進300米就有1名紅軍犧牲，每14個人當中就只有1個人能夠順利到達陝北，超過16萬將士長眠征途。偉大嘅長征精神就係將全國人民同中華民族嘅根本利益睇得高於一切，唔怕艱難險阻，不惜犧牲，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緊緊依靠人民群眾艱苦奮鬥嘅精神。長征永遠喺路上，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90週年，長征精神薪火相傳，奮鬥之路永不停歇。